满岛文旦加工厂外口，果农陆续甲文旦大果送过来。今年满岛区农会得到农业部补助，增加2座大型冷链厂房来处理加工果，预计这几天会收300吨，比去年数量增加3倍。收购计数每公斤16块。我今仔日有若载差不多600公斤，这个风台吼，多减收差不多2-3成。你大股比较市场比较不受欢迎嘛，那这些可以出农会收了去做再加工的话，精品化，那其实这个是对农友啦来讲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销处。收来大果经过机械卸皮、人工处理、加工了后，变成有价值的文旦商品，亲像是咖啡、精油等等。除了要互采收的老庄市场价销会当稳定，嘛会当避免消费者去买到品质较歹的文旦。大国我们收的比较多，有冷链设备，所以我们现在做更多。我们现在产品应该30-40样有。那今年刚好遇到小可有减产，然后包括咱的迄个风台这部分有一寡落果。受风台影响，文旦六果大约2成。等于是减产5200吨，有果农讲，文旦价销每台斤可能会来到80块，甲去年70块比，大约起1成。品质犹原维持伫一定的水准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